喺翡翠裏邊咧，種係根本。今日嘅呢盤高冰種，佢係僅次於玻璃種嘅存在。何謂高冰種？大家睇下呢款咁冰嘅一個平安扣，最突出嘅一個特點係有熒光感同埋膠感，加一啲飄花嘅意境。你每一次去睇佢，好似欣賞嘅一幅風景畫。平洲嘅手鐲出晒名，額心做乜嘢？平安扣就係最大嘅一類。睇起嚟冇雕工，但係你要將佢做得好完美咧，其實亦都非常之講究嘅。佢要確保佢嘅形態係最經典嘅，比例亦都係最協調嘅，同埋佢嘅光感達到最佳。呢個就係平安扣嘅最基本嘅3個要求。好多女性朋友當佢有咗手鐲之後，佢就都係想請一個經典嘅平安扣攞嚟保平安。男性追求高品質嘅平安扣，亦都係佢哋最常用嘅選擇。平安扣外緣象徵遼闊嘅天地，內緣代表我哋內心平靜安寧。教大家3個簡單辨別高冰種嘅小竅門。第一個，用一張白紙，將平安扣咧放喺紙上邊，夠唔夠透就一目了然啦。第一個特點就係透。第二點，睇熒光，側面睇45度，再平再側面。自然光下邊咧，如果你見到一個好柔和嘅水潤嘅光感，呢個就係熒光。第3點咧，你就要摸手感，佢咧一定係好冰涼同埋好幼潔。捉住呢3點，你就知道呢啲係唔係高冰種啦。哪怕高冰種每一個咧，佢都好唔一樣。呢個鋼性白月光好光感嘅一個平安扣，亦都有係白冰柔和嘅平安扣。中意白啲嘅，我哋叫茅太白嘅平安扣。當佢放埋一齊嘅時候，每一個都有唔同嘅個性。翡翠嘅魅力就喺呢度。如果大家對平安扣有諗法嘅，不妨多啲同錢錢交流一下。關注錢錢，請翡翠唔踩坑。